大家好，我是九妹小美。马关作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，苗族服饰又是代表性的民间工艺。今天呢，我找到了一位民间的苗族服饰传承人，他是一个代表性的苗族设计师，很多设计院校都要专门请他去进行授课和教学。那今天我们来到了他的店铺，我们一起去打卡看一下。啦！哎呀，你的花好好看啊！太漂亮了！这个你是帮别人定制吗？这个是别人定做的，然后我做过样子，那个哇，绣娘他们写。你这个是传统的那种麻布的吗？传统的麻布这个。你这个绣花好细致啊！它的细致主要是这个麻布的做的很精致，我们绣我们不用花。我们自己就是随着它的线条来绣，这种现代化的机制的这种细的这种手工更贵的吧？纯天然的麻布做出来的就价格更高。这个是我们马关这边的最传统的款式，裙子是我们青苗的传统蜡染的面单的自己花式大花。传统苗族跟我们个是有那寓意啊。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，越来越有钱了。向老师呢，他有着非常好的设计理念，他不仅能够把我们的传统款做得非常的正宗，也能够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设计和改良，而且他的设计的款式都非常的新颖别致。那这里呢，我就看到了几个代表款，让向老师来介绍一下。里面一件衣衫，外面一件外套。天气热的时候就穿里面的，天气有点冷的时候可以加一件外套。冬季啊，或者秋季啊，穿上去刚刚适合，非常适合。我是97年就做到现在，每一年的款式都不一样，这个重复的。比如说你一个月只能做一套衣服，你就只能赚一套衣服的钱，这个是不是一个天花板？那像你们做这个衣服的话，有没有其他民族的人来购买？那我咋子的就有壮族、彝族、汉族这些，他们聚会，他们都可以来买。其他民族嫁个苗族的这些媳妇，他们都非常的喜欢。我这边定做的都是一些比较懂货、比较喜欢老传统啊，你那种客户比较多。我看你的衣裳也有一些创新设计，这些创新的地方是你自己想的，还是你有跟一些很优秀的一些设计师熟悉呀？都是我自己想自己做。我刚刚开始做衣服的时候是专门做出口云南的，都是要求手工刺绣，绣娘们都是喜欢绣一些比较现代化的一些布料。如果说是我自己绣的话，花的时间也太多，找绣娘绣根本也太不尽。我觉得我现在最难的就是在这块。那给我订衣服的这客户，他们每个差不多都要等到2个月或者3个月这些我才做得出来。那你都有想过或者我们民族服装的这些设计传统的东西进行改良，或者说工业或者做批量和生产？我想过，这些我都想过，而且我想了很久，但是一个是本钱的问题，一个是文凭的问题，他些自己都很不懂。感谢姐姐的一个分享，今天真的让我们收获非常多。也非常谢谢你们，那你给要试下我的店里面的一套衣服，你看看你喜欢哪套？哇，太荣幸了！我感觉这一套特别适合，因为这套又古典又大花，还有这种我们这种传统的配色，它就没有那种很现代的那种鲜艳啊。我觉得这种很朴素，今天来尝试一下。